娃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唔知影大家敢有发现，咱台语内底有真侪外来语拢是为日语来的。这是因为咱台湾捌去互日本统治过50冬，所以有真侪词受到日本的影响，嘛有真侪词是用过无的，后来才互日本引入来的。今仔日咱这集就是要来分享20个伫生活当中定定会听到的日语外来语。第一个词是这个漫画，日语读做漫画，这就是漫画啦，大人囡仔拢爱看。第二个词是这个巴达，日语读做巴达，就是讲野球野的迄支哦。这个词原本是英文的 butter。是先入去日本，才搁变成台语的。第三个词是这个 ice cream， 日语读做 ice cream， 甜甜冰冰，大人囡仔拢爱食哦。这个词原本是英文的 ice cream， 嘛是先入去日本，才搁变成台语的。第四个词是这个 violin， 日语读做 violin， 这嘛是英语的 violin 啊。即马台语嘛有人甲叫做小提琴哦 ，violin 小提琴是用 A 的，毋是用 U 的哦。第五个词是即个handle，日语读做 handle， 是控制车方向的物件。其实即个词嘛是为英文的 handle 来的。第六个词是即个 engine， 日语读做 engine。是互车会震动的物件，嘛是车的心脏。这个词嘛是为英文的 engine 来的。第七个词是这个卡邦，日语读做卡邦，是大家出门拢会歹会寒的物件哦。第八个词是这个卡电，日语读做卡电，是挂伫窗仔顶用来遮光的物件。这个词嘛是为英文的 curtain 来的。第九个词是这个扛棒，日语读做扛棒，是挂伫店面外口写店名的招牌哦。第十个词是这个令果，日语读做令果，嘛是咱台语的捧果啦。虽然咱台语有捧果这个词，不过因为受日语影响，所以即马真侪老一辈的人嘛是搁会叫伊令果。第11个词是这个宁静，日语读做宁静，就是红菜头啦。这嘛是受日语所影响的词。阮兜即马嘛也是惯势叫伊宁静，恁咧拢是叫宁静，也是红菜头。第12个词是这个美事，日语读做美事，是商业人士拄着人拢会分互人的一张纸，台语嘛会当叫伊名片。第13个词是这个味噌，日语读做味噌，是日本人上爱用的调味料之一。真侪家庭拢会用来煮汤哦。第14个词是这个莫打，日语读做莫打，真侪机械内底，亲像电风洗衫机内底拢有莫打，是一种会当互机械运作的零件。这个词嘛是为英语的 motor 来的哦。第15个词是这个 necktie， 日语读做 necktie。真侪商业人士拢会穿西米露甲内裤带哦，这个词嘛是为英语的 necktie 来的。第16个词是这个 orange， 日语读做 orange。虽然这个词是为日语来的，不过意思有小可无同哦。伫台湾 orange 是这种用香蕉做出来的食品，不过日本的 orange 是一种料理，内底有放米花、菜头，佮有咱台湾讲的蚵仔等等的物件，所以咱讲的蚵仔是日本蚵仔内底的食材之一咯。第17个词是这个乌多摆，日语读做乌多摆，虽然发音差不多，不过其实讲的物件是有差别的哦。咱台湾甲这种细台的机车叫做乌多摆，不过日本的乌托摆基本上是咧讲这种大台的重型机车，这种细台的机车因叫做 scooter， 就是英语的 scooter。另外 autobike 这个词嘛是为英文的 autobike 来的。第18个词是这个骗子，日语读做骗子。做水电呢，就定定会用到骗子哦。这个词嘛是为英语的 pencils 来的。第19个词是这个 sakura，
日语读做 sakura，sakura 就是日本的国花，咱台语嘛甲叫做樱花。最后一个词是这个 set， 日语读做 set， 就是去西装打扮做头毛的意思。有的人要去参加一寡较正式的活动，就会走去美容院做头毛 set 一下，安尼看起来较水。好，以上就是今日分享的20个日语外来语，唔知大家讲拢学会晓啊？欢迎留言甲我分享哦。我是Lisa，若想介我的影片，卖把市站甲分享出去，也别电话的观众朋友，慢慢试一下电话的 PPT 啊铃啊，安尼看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试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